咁多位家長你哋好，依家落嚟要介紹嘅係世貿英文字卡，亦都有啲家長叫做 Flash 卡或者閃卡啦。咁佢呢套教材嘅理念呢，就係根據杜曼博士去製作嘅。咁入邊有222張字卡啦，另外有本說明書教翻家長點樣用。咁同埋呢，佢嘅設計係4邊呢係弧形嘅，咁就安全唔會掛手嘅。咁呢套字卡呢，其實係都幾大嘅，咁啊跟翻杜曼博士嗰個原理呢，佢就做翻個相應嘅 size， 因為小朋友0至3歲小朋友呢，佢睇嘢集中力比較低啲嘅，咁啲字呢，要透過一個高反差啦，紅色底白色底紅色字啦，咁啊吸引小朋友嗰個注意力嘅。咁另外呢，佢亦都有個 menu 呢，教翻個小朋友呢，就係話小朋友呢，其實學英文唔需要從 A 至 Z 咁樣學起嘅，因為字母或者數字對佢嚟講呢係一抽象嘅，咁但係單字呢，佢就可以有具體啦，同埋有啲聯想啦，咁呢度會教翻小朋友點樣用啦，教翻家長點樣教佢啦，同埋每一日會學啲咩啦，分開個課程係由每日嘅課程幾多啦，第6天學啲咩，第2天學啲咩咁樣嚇，同埋將個卡分開好多類嘅。咁我介紹翻俾個家長嘅。另外都有張光碟咧，教翻個家長啲字，或者佢可以玩緊 Flash 卡或者閃卡嘅時候咧，播張光碟嘅做咗個 background。咁俾啲卡大家睇一睇啦。咁我每套字卡咧英文啦，另外後邊亦都有中文拼音啦，同埋個 number 嘅。咁呢 number 點樣用咧？其實可以睇翻說明書，佢會講翻俾大家睇。其實係一個分類嚟嘅。個厚度有咁多啦，呢度係其中一部分啦。